运已经到了，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，老母娘降下了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，并差遣三佛万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缘。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，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实修一理，不依人修道，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，天不能言，地不能喻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结论。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，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，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，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，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，儿的